咩老師啊賺你100倍都係嗰句啦。如果老師有咁叻啊，1萬蚊變100萬，100萬變1億，1億變100億咁啊完咯，3次啫嘛，做3次李嘉誠咯。小心啊！呢個世界係冇 free lunch 嘅。一個退休人士咧，大約60幾歲啦，無端端咧喺 WhatsApp 度咧就俾人加入咗一個股票群組。咁群組入邊咧，有一個咧叫做何慧欣嘅一個導師啦，幾百人入邊咧，原來全部都係可能都係自己人嚟嘅，或者甚至係一啲機械人啦。咁佢哋不斷咁吹噓讚美嗰個即係個版主好勁啦。咁啊事主咧就逐啲就放低一啲警惕啦。咁突然之間咧，有一日咧個版主咧就邀請一啲組員啊，咁啊有一個叫 NIPS 嘅一個投資 Apps 去開戶啦。咁啊事主咧又聽到個老師咁勁啦，咁啊 App Store 嗰度咧就揾得到個 Apps 啦，咁啊裝完之後開完啦，咁啊又跟住晒入錢啦。點知咧原來成個 Apps 咧都係假嘅。跟住之後咧，佢個客服咧就叫佢轉嗰啲錢咧入去一個轉數快戶口。嗱，大家要小心啊！咁有陣時佢可能有啲譬如 IB link 啊或者咩 link 咧，嗱你一定要 check 清楚條 link，同埋最好去官網 download。埋咧，如果你 download 完之後入錢咧，你唔好轉數快俾人咯。嗱，呢樣嘢你要小心嘅。咁佢咧就轉晒錢入去之後咧，咁佢就一路都見到佢入邊啲嘢繼續賺錢啊，不斷咁賺，佢就跟住繼續加碼啦。點知突然之間佢所有嘢俾個銀行 ban 晒，都話你出金啊，又要有啲咩錢，最後就俾人呃咗啦。你有啲咩問題咧？其實你哋可以打去呢個咧1822防騙易熱線咧，咁啊都去查詢下，即係小心啲啊！投資嘅嘢一定要記住一樣嘢，有啲咩唔清楚咧，直接揾銀行券商，唔好上網輕易信人。